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Anna，好高興有機會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去默主哥爺朝聖嘅體會。我係喺舊年9月同埋我丈夫第一次去默主哥爺朝聖。我初初對去默主哥爺嘅認識呢，其實唔係好深㗎咋。我係好多謝有一位好熱心嘅教友，係佢話俾我聽，聖母係喺呢個地方顯現。佢仲鼓勵我去默主哥爺朝聖，喺嗰度祈求聖母媽媽幫助開放我嘅心靈，接受佢嘅培育同埋佢豐厚嘅恩寵。呢位教友嘅家人呢，佢後嚟仲送咗一個祝聖咗嘅默主哥爺聖母像俾我，我心裏面真係好感謝佢。我係有一日呢，當我對住呢個聖母像祈禱嘅時候，我突然之間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，我深刻咁感覺到聖母媽媽係邀請我去默主哥爺朝聖。於是呢，我就決定咗去回應佢嘅召叫，同我丈夫呢一齊踏上一個靈性嘅旅程。但係當我決定去之前呢，其實我心裏邊呢係有啲隱憂嘅，因為我嘅心臟呢係有啲問題。我曾經入過醫院急症室2次，我已經好耐都冇做過啲劇烈嘅運動。我知道去默主哥爺朝聖呢，爬山嘅山路係非常之崎嶇，同埋滿佈住啲岩石。爬山嘅過程呢，可能會誘發到我嘅心臟嘅問題又再出現。但係我心裏邊真係好渴望去攀登呢個顯現山，因為嗰度曾經就係聖母顯現嘅地方。我冇再猶豫，我決定同我先生報名去參加去年9月黃神父帶領嘅朝聖團。我深信聖母係恩寵之母，主會賜俾我祝福同埋平安。喺出發前嘅1個月，我做咗心神嘅準備，參與咗33日奉獻俾聖母嘅準備。我辦咗2次告解，同埋去睇 Wing Weibo 嘅默主哥爺信息，同埋我每日都好勤力咁去做1個小時運動。咁喺舊年嘅9月7日，於是我帶住好期待同埋好喜悅嘅心情，就開始咗呢個朝聖之旅。到達咗默主哥爺嘅第一晚，喺晚餐之後，我哋朝聖團就到達咗呢個聖雅多伯堂，參與呢個晚間彌撒。聖雅多伯堂喺前有一個好大嘅廣場，嗰度坐滿咗成過萬個嚟自世界各地嘅朝聖者，佢哋講住唔同嘅語言，但係佢哋一齊祈禱，同埋一齊去參與呢個共祭彌撒。大家都係好和諧同埋好共融。我嗰時我真係好感動，同埋有啲震撼。我覺得默主哥爺係一個祈禱同埋默想嘅氣氛都好好，係一個充滿信德嘅地方。默主哥爺係有世界告解亭之稱，其實真係好恰當，因為喺教堂側面呢，佢有一個戶外嘅告解亭，有好多神父，佢坐喺張凳嗰度，咁啊旁邊呢有張空咗嘅凳，就係俾嗰啲告解者坐嘅。每個神父都用自己嘅語言去聽告解。我係第一次喺戶外辦告解，我就記得出面呢有好多嘅樹木，好有大自然嘅氣氛，所以令到呢我冇咁緊張，好容易開放我自己。我揀咗一個講英文嘅神父，佢好慈祥，佢面帶笑容，佢使我諗起我自己嘅父親。我感到我係被愛同埋係被接納，使我好容易面對我自己嘅罪過同埋不足。我記得呢，我辦完告解之後呢，我企起身離開，我迎面呢，我係吹住微風，我真係面帶笑容，我感覺好輕鬆、好平安同埋好喜樂。嗰度呢，仲有排住好長嘅龍嘅朝聖者喺度辦告解，我睇見有咁多教友喺度誠心去懺悔同埋皈依，佢哋其實係回應住聖母嘅召叫，就係叫佢哋去告解。告解嘅聖事係耶穌喺天上邊俾我哋嘅恩賜，
每一年呢，都有咁多人嘅生命就喺呢度受到改變，係主嘅恩寵使到嗰啲朝聖者去懺悔同埋去追隨佢。默主哥耶係一個充滿主嘅慈愛同埋平安嘅地方。嚟到默主哥耶第一日呢，係9月8日，正正係聖母嘅誕辰。呢個唔係偶然，係聖母特別喺呢個神聖嘅日子，係引領我嚟到呢塊聖地。晚間呢，由卡魯神父帶領住念玫瑰經，由 Musa 神父主持呢個彌撒聖祭。我好記得，當我跪低念玫瑰經嘅時候呢，我不其然咁流住眼淚。我感謝聖母嘅恩寵同埋邀請，我都深深體會到聖母嘅臨在。第二日呢，就係9月9日，喺晚間彌撒之後呢，就係明供聖體，係一個好大型嘅聖體，放喺個祭台上邊，咁係俾啲朝聖者咧係一齊去祈禱、去默想同埋去朝拜。當我跪低祈禱同埋朝拜嘅時候咧，廣場咧就係正播住一啲朝拜聖體嘅音樂。我仲記得佢嗰支歌就係 Jesus We Adore You。呢首音樂咧，佢係好觸動到我，我又不其然咧咁樣開始流眼淚。我感到係主同我相遇嘅時刻。我係真實感到聖體內嘅基督嘅臨在，我內心係感到係真正嘅平靜同埋平安。我時時聽到啲教友講話默主哥耶係好接近天堂嘅地方，我終於明白呢個說話嘅意思。喺呢度我可以體驗到內心嘅平安同埋喜樂。其實默主哥耶就係天堂同埋地上嘅交融點，係將天主同地上係連接起來。係一個好有特殊恩寵嘅地方。喺9月12日係朝頭早8點半，我哋朝聖團呢就起程去顯現山。呢度係今次朝聖嘅核心，因為係自從喺1981年6月起，聖母據傳喺呢度咧顯現。我記得嗰日咧嘅太陽咧好靚，天氣有啲熱，好快咧我哋就嚟到顯現山嘅山腳。哇！我舉頭一望，真係有啲斜，個山真係有啲斜，咁啊鋪滿晒大石同埋碎石。但係咧，我靜默片刻，我心裏邊咧向聖母祈禱。我彷彿喺內心裏邊咧，我聽到一個聲音，佢話俾我聽，要有信心，唔好怕。我再冇去諗其他嘢啦，我就開始踏步上山。顯現山真係有啲難行㗎，好容易咧就會滑親同埋扭親隻腳。我哋沿途咧會停落嚟去念玫瑰經同埋默想。我哋行呢啲咁難行嘅山路咧，其實正好係為自己嘅罪係做補贖。一路上咧，團友咧都互相幫助。我好感謝聖母媽媽嘅眷顧。我同我先生同埋啲團友，終於係成功攀上山頂。去到山頂，我見到一座好靚嘅聖母像。當時我心情咧係好難以形容。我跪喺聖母媽媽嘅腳下祈禱，我覺得同聖母媽媽好親近，好多謝佢嘅帶領，我終於返到屋企啦。呢10日嘅退省朝聖旅程，令我有好多靈性上邊嘅得着。我將我心裏邊嘅包袱放低，我帶住平安同埋喜樂回家。我同天主同埋聖母嘅靈性上親近咗好多。我係感到我自己內心嘅轉化，呢個係我今日嘅分享。我願聖母媽媽亦都將佢嘅真正嘅平安同埋喜樂帶俾你哋。多謝大家。